因應着在這陣在高雄南亞溪西場所設立的高雄市南電國小呢，這嘛是全國頭一間全鋼骨所起的國小，今仔日已經正式啟用啊。校長是講現在呢，這個1年8個班級已經全部攏招甲甜甜，也那2年到5年的，嘛有真儕家長今嘛咧探聽。市長陳其邁伊是強調講，這南電國小呢，伊的校園有保留200叢樹仔，整合着太陽能發電，逐檔這個減碳的量呢，差不多是3座大安森林公園，期待這未來呢，無論是辦學，也是講淨零碳排的設計，攏會當作是模範。開放式的校園四個攏是樹仔，無論教室、圖書館、風雨球場，全部攏是鋼骨起的。逐棟校舍的樓尾頂，閣有嵌太陽能板。高雄市南電國小是全國頭一間全部用鋼骨起的小校。市長陳其邁講，總經幾十億掛，大概千掛萬掛，總算趕佇新學期開學前完工。希望這座淨零減碳新校園會當成做全國的模範。減碳的工法跟建材，所以碳排減少了2000萬噸。那未來全24小時的太陽能發電及儲能的設備，那所有的電力在我們南田國小都是自給自足。南電國小大年級有8班，目前1年都已經招滿，因為第一電來南亞溪設廠帶動北高雄人口快速成長。設立南電國小除了解決當地就學需求以外，無論是校園的設計，還是課程的規劃，教學團隊也結合高科技的相關要素，設計兒童體學課程，培養囡仔獨立思考能力，唔通只做 AI 的工具。然後希望慢慢培養他的對於問題的思辨，然後有理有據，然後把他邏輯想清楚，然後想得深、想得廣、想得遠。然後慢慢的去逐步的建構他的思考邏輯，他的應變能力。開放空間設計很特別，就是跟以往的設計都不太一樣，包含就是教室的規劃，這樣子就會讓小朋友比較想要可以離開教室，然後到不同的空間去學習。保留原地200叢的樹仔，融入整體校舍景觀設計。南電國小當年減碳量達到3座大安森林公園的吸收量。校長講，除了1年招滿，2年到5年的部分，有家長在問，準備新學期要轉來南電讀。記者柯家如、柯超陽、高雄場報道。